Neo 嘅推出實在太轟動，我有啲擔心佢會反咬自己口。呢部就係 Apple 啱啱推出嘅 MacBook Neo，而佢係好唔似一部4000蚊嘅 laptop。第一件事，鋁合金嘅機身完咗㗎啦，真心喎，因為99% 4000蚊嘅 laptop。都係較機身嘅 ，Apple 整個金屬機身都算啦，佢仲要出4隻色俾你揀，呢隻定藍色係最靚嗰隻色 ，and I'll fight anybody who disagree。個 keyboard 好打之餘，仲襯翻機身顏色，然後 for some reason 連機底呢四粒膠都係襯翻機身顏色，大佬無啦啦有邊個會反轉部機嚟睇啊？但係呢啲就係 Apple 做呢部 MacBook Neo 顛覆市場嘅位。正常一部4000蚊 laptop 基本上係唔可以有要求，你有個 mon 有粒 chip 打到字睇到嘢就算㗎啦。但係呢部 MacBook Neo 俾你揀色，不單止仲閒情逸致同你整色整水。膠墊都襯埋色，已經唔講佢呢個 trackpad 啊，原來重新設計過嘅。即使佢係舊啲嘅機械式 trackpad 都好，成塊板每個位都撳得落去嘅。個 mon 2K 解像度，但大部分同價位 Windows 機都係得 1080p。舊電開長氣度俾我 full day 做 research 寫咗2篇2000字嘅稿出嚟。你問256G 起跳係咪好少？係好少。得2個 USB-C port 係咪好可憐？係好可憐。但係 A18 Pro 晶片同埋8GB RAM 喺效能上係完全做到佢要做嘅嘢。重點係4000蚊你係揾唔到一部做工個 mon keyboard trackpad。電池效能同呢部機同 level 嘅機，所以我就喺度諗緊，今日買咗 Neo 嘅人其實可能3、4、5、6年都唔使換機喎，咁佢下一代個銷量，想知詳細啲撳我包條 link 去 YouTube 睇長片啦。